現在不止超高樓，一些公寓比較低樓層的，假設如果你像場地是安全的話，遇到濃煙關門，然後就地避難，然後打119，消防人員會報你的所在位置，然後讓消防員進去把你帶出來。從市長上任到現在，總共花費了9億多，相關的救災車輛消防車有99輛，相關的救災車輛達到222輛，明年還有2輛的雲梯車會啟用，包括明年的總共有7輛的雲梯車，在雲梯車的採購上就已經花費了2億多了，所以在這個可以證明說，市長對消防救災設備的更新、替換方面是非常的照顧，希望這些設備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夠及時發揮它的作用。它是我們市场任內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雲梯車市场任內總可以汰換了5台雲梯車，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採用我們瑞典大廠的全新底盤這些安全裝置包括 AEB 的自動緊急剎車跟我們車側的穩定的部分平台負重的話可以到達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這台就是更偏向於有電腦輔助控制，在操作的順暢度之類的，就是比舊的311車還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無人機然後我們的消防機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載相關的我們的熱顯像儀，可以從空拍監視我們火場的溫度，還有我們的消防機器人也是有搭配我們的熱顯像儀跟我們的五用气體探測器，可以探測我們現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還有結合我們的 AI 的一些辨識功能，可以辨識我們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們山域救援的人像，這些都有透過一些 AI 的科技來做結合。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雲梯展地護家園，衛星火柴天力氣。為了因應這個新形態都市的高樓林立，消防設備高空救火或者高樓救火的時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裝備。我們特別斥資3650萬來購置52米高的雲梯車，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雲梯車。所以說面對将近16層樓高樓的火警是可以進行滅火的動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這樣上去的話，可能將近20層樓高的這個火災都可以應付。所以呢，我們還是呼籲市民朋友們要做好消防意識，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內不要放这个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用火。有好的裝備，有好的訓練精良的人員，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民眾要有消防意識，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大的保障。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6月15號禮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東區小東里在5日節進前特別舉辦慶端午活動，選在里內公民公園舉行。現場有各式的攤位，除了公部門圍到宣導以外，中嘉寬頻、三冠龍上主車嘛特別到現場向民眾介紹現煮時非常受歡迎的K哥肉。雖然天氣無穩定，拄着落雨，不過也是吸引儕里民甲民眾到場參加同樂。台南市東區小東里為迎接一年一度的端午節，14號下午在里內公民公園舉辦一系列的活動。里辦公處特別準備了水果、肉粽、甲熱串冰，甲里民來分享，吸引未少的民眾到場參加。我們小東里每年在端午節的時候都會舉辦不同元素的一些活動。那麼今年呢，除了我們傳統的發放粽子一起吃以外相同的那個傳統的串冰，手工一些手工好料的串冰，我們也一樣的跟往年一樣發送給我們的鄉親來分享。那另外我們還舉辦了第1屆的這個議長杯的戰鬥陀螺大賽那麼也非常的受到矚目。
現場出席的貴賓包括東區公所主秘立委王定宇，以及座位的議員攏到場參與。雖然天氣無穩定，落着一陣一陣的雨，但也是有真濟民眾到場。於天祥把我們小東里照顧得很好，感恩盡力照顧到嘉禾。我們這個公園呢的使用率，大概我在東區服務30年的時間，過去這3、4年的時間使用率是最高。然後我們把旁邊一些原來國有財產局的土地，我跟天祥也合作，讓它增加公園的腹地。那另外，現在我們小東里最缺的是一個堪用的活動中心。那我們希望在未來的4年，原來的一些阻礙可以把它解決掉。我的地也都找到了哈，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天祥也知道，我們一起來努力了哈。我們這邊現在還是維持全台灣唯一有戶外 WiFi 的公園，非常感謝陳總經理，他今天特別率隊來設攤有一個網絡什麼點歌的卡拉 OK， 大家可以去那個參考一下。麻煩到我後方的攤位，大家可以去免費唱 KTV。我們有一套 KTV 給大家免費來試用，請大家可以撥個時間過去，然後有一些贈品大家可以拿。現場除了有公部門的精靈宣導，另外還有中嘉寬頻提供的居家 K 歌吧的單位電視，因為國民公園在里長的支持，設入專區首創無線網絡依化的公園，因此現場的居家式 KTV 的服務單位，嘛吸引未少的民眾來詢問。另外，現場還佫舉辦議長杯的戰鬥陀螺比賽，吸引未少青少年朋友報名參加。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中華藝術科技大學115年度的畢業典禮，總共有1770位畢業生。校長李平娥也預測，現在世界 AI 快速的發展，來勉勵畢業生守護人類生命甲健康的專業。校長認為，人本溫度甲同理心是華語的特質，也是 AI 無法度取代。希望大家對未來愛有信心。中華藝術科技大學115年度畢業典禮，上午佇校園巡禮來揭開序幕。接續進入體育場，有着學校的政務社表演為活動帶動氣氛。接續還有總統賴清德甲市長黃偉哲的祝賀影片。現場全體畢業生、甲着老師、家長以及各界貴賓，將整個體育場坐甲滿滿。校長李碧兒佇個致辭時，除了向着在場的貴賓、甲着家長表達感謝甲敬意，同時嘛向着畢業生來勉勵。校長表示，面對 AI 科技的發展速度，華語的學生有別人無法度取代的絕對優勢。因為每一位華語畢業的，攏是守護人類生命甲健康的專業人才。在健康的照顧產業中，只有人本的溫度甲同理心是 AI 無法度取代的。這幾年世界變得非常快，我們在一個 AI 翻轉的生活時代。很多時候，社會的判斷我們的能力，不再只是你在學校學了什麼，而是你進入社會以後，面對未知的未來，你會不會解決問題？所以呢，整個世界追求速度、追求 AI 的同時，校長在這裡要告訴所有的家長、貴賓，還有我們華裔的孩子，我們擁有別人不一樣的優勢。因為我們是一群守護人類健康的專業人才，科技再怎麼進步 ，AI 再怎麼聰明，他們永遠沒有辦法取代你們。所以呢，我們是一群具有人本溫度跟同理心的畢業生。中華藝術科技大學今年總共有1770位的畢業生，其中住佇個高雄的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碩士班畢業生曲安生甲曲和軒，兩位不但是爸仔囝，而且閣是同學。由過去爸爸載着後生就讀二技，後生畢業以後，甲着爸爸同齊報考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兩位溫馨的接送，嘛燒着求學的精神，使人感動。2年前，我來參加我兒子畢業典禮的時候，感覺這個學校很溫馨，然後自己也畢業多年了，然後也想再重回學校當一次學生，然後剛好有這個機會，然後透過學校老師的介紹，然後
就帶着剛畢業的兒子，然後一起再來念一次，來回味這個20-30年來那個從未經過的學生感覺。因為我相信職安系是未來不管各個環境上都可能會遇到的一個比較有話題性的那個職業，然後也在各個行業都可以應用得到。然後剛我爸爸本身就是做這個行業，他也是鼓勵我可以在這個職業中多多學習，在這2年內多學到一些新的知識，所以我覺得很受益這樣子。這的確是一個很奇妙的體驗，不過可以跟他每天一起上下學，其實我真的覺得很開心。然後也在這2年內學到非常多的東西，感謝這所學校的師長跟朋友這樣子。在典禮上，有着校長李碧兒頒發畢業證書、甲入報歲，並邀請各界貴賓頒發各畢業生的獎項。現場包括中華醫大董事長陳志文、帶領的董事會成員、立委陳廷輝等各級的民意代表、校友甲着家長會，嘛攏到場為畢業生來祝賀，場面溫馨熱烈。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大台南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成立35週年，舉辦會員大會。除了回顧工會發展的成果，也公布推出全國首創的大台南房地資證站，整合政府公開資料，用數據的方式呈現，協助業者輕鬆掌握房地產市場的資訊。大台南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舉行第12屆第2次會員大會，拄好公會成立35週年，經一個會員代表共同關心產業發展甲未來趨勢。公會除了持續做產官溝通的橋樑，也規劃一系列前瞻性的觀摩參訪、產業交流以及專業演習活動。因為明年7月1號要實施這個進工地，一定要職安卡。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積極來跟職安署的來辦這個職安卡的這個教育訓練。那我們接下來會來辦這個12月份的台北的世貿的建築展。會中也聚焦這幾檔的土方氣化問題，在公會積極向中央甲地方政府反映之下，台南市在今年3月份推動建築工程土方多元處理制度，並開放民間工程土方會當直接載到家屋地區進行回填作業，唔免經過土資場轉運證書，就是業界所講的A到C模式。除了關注工程環境改善，也同步推出全國首創的大台南房地資證站。這個參考值是可以很有價值的參考值，各區域的包括開工量。成交量、成交的價格，還有土地的成交。該平台頭擺透過政府開放資料，甲房地產數據視覺化，除了協助會員開發商直觀掌握未來2檔到3檔的市場趨勢，甲買地定價評估，提升公會資訊的專業度甲公信力，同時讓民眾更透明的市場資訊。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傳統的肉粽雖然真香真好食，但是熱量高，和重視健康的民眾有所顧慮。台南一間手作店就推出5隻限定的水果粽甲果凍回粽。另外，基美便伊嘛推出3種創意永續健康粽，帶大家做伙來看賣。特殊針頭插入晶瑩剔透的果凍，逐漸雕塑出立體花朵的模樣。端午節即將到來，傳統粽子也有了新樣貌。不僅有立體三角造型的果凍花粽，還有以蒟蒻製成外皮，包裹新鮮水果的水果粽。沒有熱量、沒有負擔的，然後新鮮水果有火龍果、有鳳梨、有芭樂，還有藍莓，還有酸呀。很多喜歡的那個水果你都可以把它放進去。業者推出兼具營養、創意與視覺美感的水果粽與果凍花粽，開創更多元的消費新趨勢。隨着現代人健康飲食觀念普及，傳統肉粽雖然餡料豐富，但因高油脂、高熱量，加上糯米澱粉不易消化，容易造成腹脹不適，甚至出現俗稱暈碳的現象。其實這是一種叫做餐後嗜睡症的這個狀況。
那因為這樣的一個發現有這樣子的有這樣的一個情形，那所以我們想說，那其實我們可以提升整個粽子的可能膳食纖維的含量，以及就是它蛋白質的部分。奇美醫院推3款永續健康粽，包括以糯米搭紫米的官田菱角虱目魚粽、黑米與白糯米混搭的新化筍香毛豆雞粽，以及使用 Q 彈西谷米打造晶瑩外皮的水果涼粽，不僅保留傳統粽子 Q 彈口感，又兼具高纖維、低碳排，讓民眾在歡度端午佳節的同時，也能吃得更健康、更輕盈，不易產生飯後疲倦感。記者周海棠的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南在地經營超過20檔的女性專屬頂級養生 SPA 品牌，在台南永康、東區甲安平擁有3間會館。現主時在東區好尾寮，閣新開了1間形象館，引進日本玉川溫泉岩盤浴場。開幕大會有濟貴賓前來祝賀。台南摩朵仕女養生館在地經營24檔。除了擁有永康、東區甲安平3間的會館，現在佇個東區好尾寮，還閣新設1間形象館。14號上午舉行開幕大會，邀請真濟貴賓甲會員來出席，將整個1樓的大廳客甲滿滿。強調個人化，專門提供女性身體放鬆的摩朵養生館，主要提供 SPA、經絡按摩、芳療舒壓、面部的保養，甲着肌膚管理等服務。現在形象館更加引進日本玉川溫泉的岩盤浴，提供會員、雙人或者是翁仔某同齊來體驗。我們是摩朵美容 SPA， 我們在地已經25年了。好，那我們特地就是在東區這邊新設了這一個摩朵仕女養生 SPA 館，寓意的形象館。那我們今天開幕，那我們在這邊呢，我們特別有建置了來自日本玉川溫泉的浴場。對，這是我們的很大的一個特色。這一家浴館的誕生呢，我們都非常的興奮，因為我們想要帶給台南的民眾一個就是女性非常放鬆的空間嘛，還有建置就是4間的浴場，然後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在摩朵得到非常健康，然後非常美麗的身體這樣子。我們這一次浴衣新館特別設置了雙人浴場跟雙人操作室，就是為了呢，因為其實很多我们的會員的先生啊，他們也會反映說，每次都載太太來，那我們呢，我們也需要被照顧啊。那我們有聽到大家的聲音，所以我們這次特別就是讓夫妻2個人都可以一起來摩朵，然後一起打造健康的身心這樣子。位於東區好尾寮摩朵形象館，專館5樓的建築，不但具有流行的設計，還佫兼具格調奢華。空間的設計不但兼顧個人的隱秘，而且還佫真有流線型。尤其1樓的大廳挑館，要互行入來人客有放鬆，甲着佇厝的感覺。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位於台南市火車站站前，受到年輕族群喜愛百貨公司，趁着5日來臨，推出年中慶的活動。今年結合人氣的店家，打造台南好好玩的主題。除了有專櫃獨家優惠，還有人氣品牌抽獎，搭配運動賽事的轉播，還有免費的美食甲美女，要來帶動消費的熱潮。有着百貨業者獨家引進的專櫃品牌，趁着年中慶的活動，祭出上優惠的折扣。這是深受學生甲着年輕族群喜愛的百貨業者推出的年中慶的活動。業者結合了全支付，除了滿清300，另外還閣結合附近的飯店、汽車品牌等，舉辦滿額抽獎的活動，總價值超過25萬以上。在整個檔期當中啊，我們單筆消費滿1000元的部分，
可以參加全館的抽獎。那這次的獎項其實是非常豐富的。那第一個的主要的頭獎是洪嘉騰的電動自行車。那再來呢，我們也跟周邊的品牌店家來做一個串聯的動作。那這個串聯主要的用意呢，是希望喚起所有台南在地的民眾呢，對於台南這些品牌跟好玩有趣的地區的一個情感的連結。那這是年輕人喜歡的贈品，都在這次的抽獎當中，就是我們有提高它的魅力度，還有就是中獎的名額，大概有到100名可以中獎的名額這樣子。另外，在年中慶期間，業者嘛規劃一系列的假日活動，有音樂的演出、市集，佮着運動賽事的直播等。民眾只要摕着館內消費的發票，就會用個免費來兌換餐飲佮着贈品。在這個期間呢，我們的消費明細發票不限任何金額的這個明細都超好用，因為在假日呢，在這個假日，我們可以憑不限金額的消費發票就可以兌換免費的啤酒，對。那以及呢，在下一個假日，我們可以免費的兌換，就是點心，像雞蛋糕啊、香腸等等的這個部分。對，那以及想要兌換賓士 KTV 的續食券，或者是我們館內的優惠券，都是憑我們的不限金額消費發票，都可以來參加這樣子免費兌換的活動。我們年中期間呢，憑台南市身份證或者是學生證，到我們的1樓服務台出示，就可以免費兌換1張100塊的活動券。那在這個期間，我們就是整個要讓 Focus 打造出好好玩、好好買這樣子的氛圍。對購物回饋美食娛樂到城市的觀光體驗，業者在年中慶期間，除了祭出相關36%的回饋，8項好禮抽獎，佮着指定專櫃加碼送頂，活動到6月28。希望帶動熱天，佮着端午假期消費的熱潮。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時常代表台南市，甚至代表國家參加武術比賽吳宇，第112年全國運動會旗下銀牌以後，決定結束運動生涯，然後在安南區的租厝賣炸豬排吐司。因為用料實在，加上豬排有4-5公分遐爾高，互伊創業成功。伊嘛希望生意穩定成長以後，會當擴大開店的計劃。從小就有興趣練習武術的吳宇，一路走來苦練，除了徒手剛勁有力，長短器械也難不了他。同時，憑借紮實的套路底子與協調性，在擂台上展現了積極的攻勢，代表台南在各項比賽大放異彩，更代表台灣進軍世錦賽。生涯中奪得2面全民運動會金牌以及全運會銀牌的最佳戰績。不過，在112年征戰全運會後急流勇退，選擇在自家主厝煮起炸豬排，從拿兵器換成廚房菜刀。其實2個東西完全不一樣，然後我們都是就是從頭開始學嘛，然後就一路就學過來，有錯我們就是繼續精進這樣。武術這一條路其實也走很長一段時間，然後想說試試看別條路，闖闖看。從武術國手轉為專業廚師，就希望趁年輕挑戰創業。不過，以武術養成的高體能專注力看來，他似乎是無縫對接到廚房高壓的環境中，加上社群短影音的網絡行銷，讓他用極厚片炸豬排三明治的招牌闖出一片天。每天限量60份，有人專程從北部下來嘗鮮。就是影片有介紹，有看到啊，因為它的豬排很厚，超厚，所以就很吸引我。會選炸豬排這個項目，其實一開始就是從社群媒體去看到日本有一個相撲的選手，然後他退役下來也是做厚切的炸豬排，然後我們一開始就看到這個項目，就覺得這個路好像蠻吸睛的，就想說自己試試看，然後就在家一路研發，然後一路改進這樣。
吳宇從小學舞到現在成為功夫廚師，同樣都是抓緊興趣，在家人的支持和學弟的幫忙之下，開創出屬於自己的道路。像我兒子體育運動的項目雖然是當國手，現在已經退下來了現在有一個從事一下那個他自己的本身的事業，也是他自己興趣的，那就讓他自己去發展，道路是自己走出來的，要自己去開創。吳宇從主厝出發，一步一步打好基礎，日後也希望向外發展，評估開店計劃。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號稱新界10億的財富女神王佑星，去年創立女性創業甲美容科技平台品牌，培育多位女性的創業者，服務的駐點遍及全台。現主時台南第5位的駐點，就開佇西門城。和府城的美容市場，閣再增加新產地。品牌成立1年多來，女神愛啪啪已經在台灣及海外設立上百個服務據點，協助許多民眾打造自信與美麗。這次開幕的秘密基地，不僅是台南的第5個據點，更是目前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旗艦館。創辦人王佑星特別南下參與開幕活動，並邀請女團 F40成員關關現身站台。共同推薦品牌特色與服務理念，希望吸引更多民眾體驗嶄新的美容保養模式。那現在很多人開店的部分就是因為他們開店最缺的是什麼？就是客人。但透過愛啪啪的部分，我們有一個拓客的系統，然後可以讓大家用性價比很高的方式就可以來保養，而且非侵入式，不會痛，然後立刻會有感覺有變化。对，所以呢，我们爱啪啪主要的部分就是说，也透过1年的時間，我們開了120家店，對，然後年營業額2.3億，對，2.3億，所以就是我們愛啪啪的部分也幫助了很多，不管是有 baby 的，就是寶媽，或者是有一些想要創業的年輕人，或者是有一些美容師，他們其實已經就是都沒有客人可以做，有技術但沒有客源，對，然後還有一些店家幫助他們活化。所以我們的系統呢，就是透過這樣的部分，可以活化很多的一些店家的部分，然後也讓我們的店現在目前在泰國，目前在越南，然後在馬來西亞、新加坡跟大陸、澳洲跟美國都有我們的分店。對。所以1年的公司可以發展到目前也是全球市場開始布局，然後已經開始有非常非常多有效的見證，然後甚至有很多可能很怕侵入式的，有些女生怕痛怕打針或是怕就是會有一些醫療副作用的人，她都會是我們愛啪啪的準客群。位於台南市精華地段的西門城，臨近星光3月小西門商圈及小北夜市，匯集餐飲、休閒與特色商家，發展潛力備受看好。西門城經理陳秀芬表示，看好美容產業市場前景，因此攜手女神愛啪啪，打造旗艦據點，期盼借由更多元化的服務，帶動商圈活力，以提供消費者更豐富的選擇。秘密基地以科技守護專業，以溫度成就美麗。因為懂得被忽略的感受，所以更堅持每一份細節。我們希望打造一個真正重視環境、服務、感受的美容室，讓每位來到秘密基地的人都能感受到安心、放鬆與用心對待。秘密基地主打專業美容技術與科技設備，致力於傳統美容與醫美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讓顧客以更安心、便利的方式追求美麗。同時，館內也規劃特色打卡空間，營造時尚氛圍，期盼成為台南愛美族群的新據點。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感謝你收看6月15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泉，咱再會。
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